伍家彪議員。多謝主席。呢個係萬人矚目嘅世界級基建。咁我哋都期望咧，就經歷咁多個活動同埋測試之後咧，亦都有世界級嘅服務水平，然後發揮世界級嘅價值。尤其我係喺立法會九龍東 CBD 呢個核心商業區嗰個工作小組嘅召集人，係有期望嘅。所以而家都係想問局長咧，究竟呢一個基建咧係咪會有世界級嘅效益？因為財政預算案係提及啦，預留資源係加強對郵輪業嘅支援，鼓勵郵輪公司係增加訪港嘅航次啦、過夜嘅停泊啦，以及利用香港作為母港，並向郵輪公司提供更加多嘅優惠，吸引郵輪喺淡季咧停靠我哋嘅啟德郵輪碼頭。所以我就想問啦，都係你管啦，郵輪業當局會唔會協調呢個世界級嘅郵輪碼頭同一個世界級嘅啟德體育園，發揮一個協同效應，互相促進呢？其實呢個問題已經係脫離咗個主題嘅問題啊。不過局長你有冇補充？多謝主席，我簡單去回答鄧議員嘅問題啦。喺啟德體育園方面咧，當然我哋係希望咧越多嘅朋友嚟參觀同埋參加我哋嘅活動咧係越好。咁喺郵輪方面咧，嗰個目標咧就係令到我哋嘅郵輪旅客有更好嘅訪港嘅經驗。咁所以兩樣咧係有一個協同嘅，同埋個地方亦都係近。咁因此咧，我哋喺我哋安排郵輪旅客訪港嘅時候，特別係海外嘅或者係內地嘅旅客訪港嘅時候咧，我哋現時咧都盡量加入咧，安排佢哋去啟德體育園咧，可以作一個參觀。就算唔係有場地舉行緊活動咧，其實我哋整個園區，剛才都提過，我哋個建築好美麗啦，我哋亦都有商鋪同埋食肆啦，個園區亦都有好多嘅綠化啦，都係好值得去參觀。咁將來更進一步嘅時候咧，我哋喺吸引呢啲嘅郵輪喺香港停泊嘅時候咧，亦都係可以將，如果我哋已經預知到佢有一啲嘅盛事舉行嘅時候，會唔會可以安排呢啲嘅郵輪旅客作為岸上觀光去參與呢啲盛事？正如我哋喺上年，我哋亦都安排咗咧有郵輪嘅旅客咧去參與我哋嘅美酒佳肴巡禮，作為一個付費嘅岸上觀光。咁我諗咧呢啲絕對係我哋跟住落嚟努力嘅方向嚟嘅，主席，多謝。